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讲真，今日招你来研究一个社会史。咱知影讲，现代男女袂嫁袂娶，做爸母的无啥个烦恼，因为古人选择伊生活意向的方向。毋过吼，迄若农村社会做囡仔有诶年岁较有诶，厝边头尾就探头探耳啊。但恁做囝做人啊袂，若啊袂，我来甲斗讲亲情。吼，这2字，你若同音排伫咧头前，后壁读轻声，做人，敢若一种解说，亲情引人也袂。啊，共款这2字，你若头前甲读较轻咧，同音排伫咧后壁，做人，咱知啦。做人做事都爱照起工。因为做人干巧无路用，即是抢人后死刑。善恶到头有报应，远在千里近目前。过去共吞者、共欺负、暗算代志，都毋捌无付出代价，毋捌无得到报应。社会天地有公道嘛，所以做人做事，家己爱对得起良心嘛。哦，做人甲做人有争吵哦，轻重声的原因。过来。若讲查囝还袂做人，啊无吼，后日我带伊来对看，好无？古早讲对看，即摆讲相亲啦。后日咱知，同音放喺头前，后壁即字放互轻，后日啊，都明仔载或者后日哩。毋过共款即2字，你若同音摆喺后壁，后日就是日后，就是2工，亲情若讲有成，你是毋通袂记得我即个毋能讲呢。所以日后日别日啊，爱好好甲我答谢。吼呢，后日甲后日嘛无共呢。啊是讲吼，你要带阮查囝对看，对方毋知你食啥物头路。人伊咧做先生这2字，台湾社会若毋是咧讲医生，啊若无原来真济应用咧讲老师。毋过吼，头前来读一个字势，有争吵。吴先生就是吴医师，还是吴老师？毋过，你若同音甲放喺头前，吴先生后壁讲轻声，这就是咧称呼人的字势啊。吴先生、陈先生、何先生、曾先生、王先生，啊有影呢，国情啊有差呢。同音摆后壁，先生、王先生、陈先生，这咧称呼医生、称呼职业。轻同音有争吵，台语的表明真艺术啊。